对，夏伯清是我父亲，我是他儿子，亲生儿子。家全，我们曾经是好兄弟，我们在一起干成了那么大的事业。可是我真的不明白，你为什么丧心病狂的来做这一切，害了那么多的人，把你的父亲害死，为什么？你应该知道，我要复仇。当初陆河把我父亲害得坐了牢，在审判大会上，我妈早产，把我生在了人群中。我妈生下我2个月以后就去世了，我成了孤儿。4岁开始流浪，7岁，夏伯清才在垃圾桶旁边找到我。那个时候我们就发了毒誓，一定要复仇，一定要复仇，要把陆家的后代斩尽杀绝。可是家全，你什么都没有得到。不，我得到了你们的一切，你们的公司，你们的钱。今天是我坐在这儿，召集你们开会，是我决定你们的命运。我成功了，我完成了我父亲的遗愿，我成功了。魏博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一直在和陆根龙董事长合作。怎么回事？钱，我们的钱呢？我已经把5.6亿花到了博文基金。艾迪，你是 Mr. Lu Gonglong is a major shareholder of the Montgomery Fund. We've been friends for many years now. I'm just here to help him make some arrangements.陆根龙，这么说，这所有的一切都在你的控制中。家全，无论在华尔街还是在北京，我陆耕龙的信誉还在。就连奔腾大厦的真正业主邵景才，大家也愿意一起合作来玩这个游戏，都想看看谁是幕后真凶。也只有这样，这个幕后黑手才会浮出水面。林巧，怎么回事？这么说，我去美国是你下的套。你知道我一直都是干卧底的。第一个让我做卧底的人，就是陈建国。当年远航远走美国，陆耕龙怕他受苦，又不能亲自出面，就委托陈建国想办法照顾远航。当时我正在美国念 MBA， 陈建国就找到了我，让我竭尽全力帮助远航，所以才有我和远航在华尔街咖啡馆的邂逅。对不起，远航，那都是我故意安排的。之后我和远航很快就成为了好朋友，帮他创业，帮他成功。可是我们谁都没有想到，远航成功以后的第一件事，就是要在陆耕龙身边安插眼线，准备复仇。我又一次做了卧底，来到了陆耕龙身边。在这之后的1年多时间里，我和陈建国想尽一切办法阻止远航，但因为夏伯清的幕后推手，远航还是回来了。陈建国
为了要阻止远航，最终也惨遭杀身之祸。我按照他事先的安排，在竹渔坊码头用蜂蜜写下“夏营”2个字，从而揭开了整个一系列事件的真相。从那以后，我就开始和陆耕农先生合作，故意和陆远航闹翻。再一次卧底，来到了嘉泉地产。最后，在陆耕农一整套完整的计划中，我们才看到了今天的结局。嘉泉，一切都结束了，结束了，你会受到法律的制裁。陆董事长好，我们这楼盖好了，大家都有份。对了，谢谢。招呼一下啊。陆董事长，请原谅我这么称呼你。几十年了，你的名字一直为我所不知。花了10几年来谋划复仇的方式，我们在这个小小的城市展开了残酷而奇特的搏杀。现在一切都过去了，我不得不承认，所有的一切都是我错了。我之所以离开，就是不想当面承认我错了。对，我还是那个性格，不想认输，不想比你差。即使现在我还是这样，这就是我陆远航。我决定再一次白手起家，只不过我想尝试一下你的方式，做个好人。再见了，你不要再来找我，不要再给我任何帮助，因为我实在不想看到你，我也不想叫你陆耕农。这个名字我恨了一辈子，已经很陌生了。你在我生命中已经成了一个无法命名的人，所以我害怕见到你，因为万一我控制不住，我会哭出声来，而且还会叫你一声